过去我真的不知道我为何要去教会，或许是因为公公是牧师的关系吧，自己就非得要跟着家人到教会。但是说实话的，每次进教会的时候，我只是想做好媳妇的本分而已。我完全不了解到教会的意义是什么。直到有一天，一场聚会，一股超自然的力量进入我的心的时候，我开始真实的经历神。其实我很小的时候就接触过教堂，而且在天主堂受了小儿洗礼，所以从小到成人，我的印象就是每个礼拜跟着妈妈到天主堂守安息日。但对我来说，上礼拜好像只是求平安，求上帝的祝福而已，我并没有真正的认识和接受这一份信仰。19岁嫁到英式部落，因为公公是牧师的关系，自然而然的就入境随俗的进入泛泛教会。尽管先前跟着妈妈有上天主堂做礼拜，但天主教和长老教会礼拜的形式还是不太一样。那个时候，其实我不是很想要了解这份信仰。总而言之，虽然又进入了教会，但对我的信仰仍然没有任何的帮助。也就是因为没有信仰的根基，然后进入教会，又看到许多信徒不好的见证，我的家庭开始起了一些变化，生活也渐渐走样，朋友圈、工作环境到处充满酗酒和抽烟。先生酗酒，我也跟着喝酒；先生抽烟，我也跟着抽烟。刚开始，我想可能只是要融入环境，但没想到学着学着，这个瘾变得越来越大，让我无法自拔。近几年因为先生身体不佳的关系，他改掉了喝酒和抽烟的坏习惯，而我呢，则是持续被烟和酒捆绑着。我越想要改掉这个不好的习惯，却改不掉，好像有撒旦对我说：“你逃不出我的手掌心，你休想摆脱我。”每当我在酒醉的时候，都会伤害我最亲爱的家人，虽然不是用暴力，但却用言语伤害彼此，使得丈夫对我一次又一次的失望，而小孩则是对我充满许多的阴影。在2012年11月初，我参加了一场罗东长老教会举办的圣灵恩膏医治特会，是由寇凯西牧师带领的。在聚会接近尾声的时候，牧师呼召现场的会众到台前，要特别为台前的会众祷告。当时我不知道从哪里来的勇气，让我上到台前。当轮到我的时候，牧师就问我有什么需要为我祷告的。我很害羞地回答：求主挪去捆绑我的烟瘾和酒瘾。然后牧师很温柔地对我说 ：“Just say no， 只要说不。”于是他为我祷告。就在当下，牧师按手在我身上祷告的时候，我感觉好像有一股暖流由上而下的倾倒下来，充满了我的全身，心里充满了平安和喜乐。突然间，好像捆绑着我的锁链被打开了一样，无法用言语说出那奇妙的感觉。自从那次聚会被神触摸后，我开始认真地认识这份信仰，完全地接受耶稣成为我生命的救主。同时，我也胜过了烟瘾和酒瘾。直到今日，神的爱一直与我同在。神也修复了我们夫妻与亲子的关系。在这次的经验中，我知道了我生命的方向和生活的目标，就是要来荣耀神。愿神来掌管我的一生，我则是一生要为主做见证，来荣耀主的名。